你有真侪想要做，带哪嘛做袂到的代志吗？你逐工拢咧甲烦恼、忧愁、性地对抗吗？有一个安尼的故事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有一栋非常水的白庄。这栋白庄总共有10间房间，伊非常欢喜会使有这栋厝，而且非常之骄傲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轻轻弄门，伊开门，惊伊会发现原来是主耶稣。耶稣对伊讲：“我弄门是要入来，你要互我入来无？”少年人非常欢喜，伊讲：“欢迎欢迎！这栋厝上好的房间伫楼顶哦，内底有上好的家具，是通大上好的房间。我要将这间上好的房间，互耶稣，互你住。来，请入来，请入来。”耶稣最有礼貌的对伊讲：“多谢你。”过两天，阁有人来弄门，弄甲足着急的。少年人心想：什么人弄门弄甲足着急？伊开门看，看卖是啥人？是魔鬼。少年人大声喊着：“魔鬼，你让我走！”魔鬼讲：“我已经入来。我无欢迎你。”就安尼，两个人就开始相拍。魔鬼规工拢伫少年人胸口头注入黑暗的气筒，情况非常危急。到了暗时，少年人才勉强将魔鬼杀出去，将门锁起来。伊来弄用完啊，然后伊讲：“稍等一下，耶稣住伫阮兜，伊为什么拢无帮助我咧？就安尼，伊行去楼顶，伊讲：“我爱来问看耶稣，为什么伊拢无帮助我？我已经将上好的房间给伊啊！”伊行去楼顶，向耶稣讲：“主耶稣，敢讲你拢无听见魔鬼规工拢来我烦恼，安尼哪拢无帮助我咧？”耶稣讲：“少年的，伫这10间房间中，你住了9间，我只住1间尔。少年人敢若去互敲一个，伊讲：“哦，主啊，我知影我犯了错误，啊无咱一半一半好啊。你住伫楼顶，啊我住喺楼骹啦。”耶稣一个亲主人，伊讲。好，多谢你。到了过两天，无想袂到，阁有人弄门弄甲足着急。少年人伊讲：“惨啊！一定是魔鬼过来啊！我无想要开门诶，啊毋过万不伊是别人咧，我哪会知影毋是别人咧？那安尼我只要开一个小小的窗就好啊，偷看一下。他说若是魔鬼，我就较紧把门关起来。”就安尼，伊甲门开一个小窗，对内底偷看是啥物人。如果是魔鬼，伊赶紧想要关门，啊毋过魔鬼非常之奸巧，伊已经用骹将门挡牢的。就安尼，因两个搁拍了一工，情形非常之激烈。到了暗时，少年人才勉强将魔鬼杀出去，将门锁起来。伊来弄用完啊，然后伊讲：“我爱来问耶稣，为什么拢歹帮助我咧？”伊行去楼顶讲：“主耶稣啊，魔鬼过来找我啊！我已经互你5间房间啊呢，啊你是安怎拢无帮助我咧？”耶稣讲：“少年的，咱换一个做法好啦。你甲10间房间互我，之后你来住阮兜，毋是我住恁兜。”少年人伊跪落来，伊将大门的锁匙摕出来，伊讲：“主耶稣，我即马将规栋厝的房间拢交互你，
自今日开始，换我住伫你的厝内。啊，毋过到了过长工下早日头出来进前，阁有人大力咧弄门。少年人搁咧困，伊惊甲跳落来，伊靠边讲：魔鬼过来啊！当伊咧哭的时阵，伊听到厝内底有脚步声。伊讲：啊，我知影，我已经毋是即间厝的主人啊！即间厝的主人必须爱去开门。伊看到耶稣行落楼梯，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姿态。耶稣毋但干那开一个窗尔，伊甲门大大的拍开。少年人密伫耶稣后壁，想要看卖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。当魔鬼看到是耶稣徛伫门口时，伊就跪落来。歹势，我弄毋着门啊！互耶稣为你征战，耶稣会为你拍击魔鬼。你徛咧耶稣后面，有一寡基督徒会干那互耶稣到的房间，啊，毋过伫逐个房间门口搭了一张特别的告示，别人袂使入来。为虾米？因为因伫第十个房间刻了足侪歹物件，因伫遐做歹代志，因无爱互耶稣入去，因为伊会看出毋对的所在。神的目睭亲像火，互规栋厝拢互耶稣吧，互规个心拢互耶稣吧。将厝当作心，阮需要将规个心拢奉献互主，甘心乐意侍奉主，所有全奉献。主一定会为你征战，而且一定会胜利。